喂喂喂，呢度係文哥聊天室，過嚟傾下偈，吹下水，乜嘢都嚟噏一餐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文哥聊天室。今日嘅話題係摩根家族嘅發跡史，從白手起家到掌控半個美國經濟嘅傳奇故事。聽落去呢個主題已經好震撼，但入邊仲有更加多精彩嘅細節同分析，絕對值得你花啲時間嚟聽。如果鍾意呢集內容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事不宜遲，我即刻同大家討論一下呢個話題。摩根家族嘅故事真係充滿咗戲劇性同啟發性。喺嗰個時代，美國經濟同社會環境發展得好快，亦都好亂，充滿競爭。喺呢個背景底下，摩根家族三代人真係好似一場長篇連續劇咁，由一間細間嘅公司一步步發展成為控制半個美國經濟嘅財團。而呢個故事嘅主角約翰皮爾龐特 Morgan John Pierpont Morgan， 即係大家熟悉嘅小摩根，成為咗當時美國最有影響力嘅金融家，甚至有人話佢係擁有半個美國嘅男人。其實講摩根家族嘅發展，就要由佢哋嘅祖父約瑟夫摩根開始講起。約瑟夫係北美新世界嘅第一批移民，喺嗰時候佢已經開始搞金融、地產、航運同鐵路投資，仲好有眼光咁喺哈特福德買咗間咖啡館。嗰陣時，咖啡館係一個好緊要嘅社交同交易場所，商人同經紀人都鍾意喺度傾生意。約瑟夫就喺呢度建立咗自己嘅人脈同事業，最後仲賺咗100萬美元。呢筆錢喺嗰個年代嚟講，絕對係天文數字。去到佢嘅仔朱尼厄斯摩根，呢個就係大家所知嘅老摩根。佢喺金融業入邊攞咗好大嘅突破，尤其係佢識得攞住一個機會，結識咗當時美國第一代本土銀行家喬治皮博迪。老摩根好識做人，亦都好有實力。喺皮博迪退休之後，成功接收咗佢嘅公司，將佢改名為朱尼厄斯摩根公司。呢個舉動令摩根家族喺金融業打咗個好穩嘅基礎。值得注意嘅係，老摩根唔單止係一個好叻嘅銀行家，仲係一個好叻嘅家庭教育者。佢對自己個仔，即係小摩根，係一個好嚴格嘅導師。由細到大，小摩根都係喺爸爸嘅計劃之下成長，好似每一步都係精心設計咁。老摩根唔單止教佢金融知識，仲教佢誠信同紀律。小摩根喺美國、瑞士同德國都讀過書，仲細個就識得點樣查賬，點樣睇清一間公司嘅財務狀況。呢啲特質令佢喺日後每一次做生意決策時，都可以準確掌握到公司嘅運作情況，簡直係金融界嘅神童。話說小摩根成長之後，佢喺美國金融界迅速冒起。尤其喺南北戰爭期間，佢利用戰爭帶嚟嘅金融波動，通過黃金投機賺咗大錢。當時北方政府發行咗一種叫做6倍美元嘅紙幣，但呢種紙幣缺乏黃金支持，價值波動好大。小摩根呢就利用呢個機會喺黃金同6倍美元嘅匯率上大玩投機，甚至喺華盛頓安排咗線人，第一時間攞到戰場嘅最新消息，再根據戰況操作黃金市場。講真，呢啲操作真係令人佩服，但同時亦都引嚟咗唔少批評，因為喺戰爭中靠呢種方式發國難財，對國家嚟講係有啲唔厚道。後來小摩根因為黃金投機搞到太高調，佢阿爸老摩根好嬲，甚至威脅話如果佢再咁樣，會切斷佢所有嘅資源。呢件事後，小摩根開始收斂，轉而專注喺正規嘅金融業務上，亦都為日後摩根財團嘅成功奠定咗基礎。講到摩根財團嘅巔峰，就一定要提到佢對美國經濟嘅影響。喺19世紀尾到20世紀初，摩根財團控制咗全美工業總產值嘅40%，包括鐵路、鋼鐵、航運同銀行業。佢哋甚至喺1907年金融危機嗰陣救咗成個美國嘅金融體系。當時美國政府根本冇能力應對銀行倒閉潮，最後只能揾摩根出手。摩根果斷喺華爾街召集所有銀行家，要求佢哋共同出資穩定市場秩序。可以話嗰陣時摩根簡直係美國嘅非官方中央銀行，但摩根嘅壟斷式操作引起咗唔少爭議，甚至直接導致咗佢哋嘅銀行業務喺1933年被迫分拆。呢件事就係當時美國政府通過咗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，規定銀行業務必須分為商業銀行同投資銀行，防止過度集中嘅金融壟斷危害經濟。摩根財團旗下嘅摩根銀行分拆成咗2間公司，一間係專注商業銀行業務嘅摩根大通，一間係專注投資銀行業務嘅摩根士丹利。呢次分拆雖然表面上係削弱咗摩根家族嘅影響力，但事實上佢哋2間公司依然喺唔同領域
發揮咗巨大嘅作用，甚至直到今日依然係全球頂尖金融家。摩根家族嘅故事教咗我哋幾樣嘢：第一，喺亂世當中，機遇無處不在，只要你識得掌握，就可以喺風暴中崛起。第二，誠信同紀律係一個家族或者企業長期成功嘅根本。第三，金融界嘅力量遠比我哋想象中更加深遠，甚至可以改變一個國家嘅命運。大家對今日嘅話題有咩睇法？歡迎留言分享。如果你覺得呢集內容有幫助，記得訂閱文哥聊天室，點讚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好啦，又到咗片尾。如果鍾意今集內容，記住按 like 支持下，順手分享出去。仲未 follow 我哋 channel 嘅兄弟姊妹，快啲訂閱同埋按個鐘仔。你哋每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。下次再同大家吹水，拜拜。